是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，要来关心香港的嫌疑犯陈东家牵涉到伫台湾杀害伊的女朋友。伊讲伊要来到台湾接受咱法院的审查，也毋过政府不爱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就针对这个议题，骂讲总统撰文声声细细讲上届当维护咱台湾的主权，煞伤害台湾主权上届当。另外，针对到韩国瑜要成立观光部，2028年要冲2000万的观光旅客，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嘛有上新的回应。 林郑月娥是配合中国的，香港人杀了香港人，现在人在香港监狱里边，他不办。过去我们政府一再要求透过司法互助，他理都不理。现在突然之间态度疲变，说要送来台湾，这非常诡异。我们不是韩国瑜，不是到香港就去拜访林郑月娥，毕恭毕敬。 什么都说是，现在他又说要跟他配合。林郑月娥后面是中国，而且他是企图用送台湾来让他的送中合理化。现在香港的民众这么反送中，我们呼吁林郑月娥好好的听取香港人民的意见，回应民意的要求。 不要来做这种政治操作。